1歲開始，小朋友好多時都坐唔定，要佢哋坐低食飯，對一啲家長嚟講係一件幾頭痛嘅事。歲半大嘅希希就曾經有以下嘅情況。以前佢要氹好耐先肯食幾啖㗎，又唔肯坐低喺度食，我成日都好驚佢食得少唔夠營養㗎。最近呢，打針嘅時候，姑娘俾咗啲健康飲食嘅單張我睇啦，同埋叫我俾少啲奶 BB 食。咁佢食少咗奶之後呢，真係正餐食得多咗喎，仲冇以前咁扭計添。食飯嗰陣呢，俾佢坐喺 BB 凳嗰度食，佢又食得專注咗，又坐得定啲。仲估唔到呢，佢同我哋一齊食飯之後呢，佢仲可以攞匙羹自己滗下飯仔嚟食添。以前怕麻煩呢，次次都係為咗佢先到我哋自己食。咁但係而家呢，我哋自己一路食一路餵佢，我可以慳翻好多時間之餘，而家佢又食得多咗添。幫小朋友訂立進餐嘅規矩，好似坐定喺度食飯，同屋企人一齊食等等，俾佢觀察到其他人點樣食，咁就可以幫佢學識好似大人咁樣食飯。好多家長都冇特別留意，食飯前要俾少少時間小朋友收拾心情先至開始食飯。當小朋友啱啱瞓醒，又或者玩到興高采烈嘅時候，霎時間要佢坐定食飯，佢未必會同你合作嘅，甚至會發脾氣添。家長應該喺開飯前10分鐘話俾佢知要食飯啦，然後同佢做定餐前準備，例如係一齊執玩具、閂電視、洗手。另外，小朋友比較冇耐性，所以要擺好飯餸、碗筷，先至好俾佢上餐椅食飯啦。小朋友1歲到就開始想自己食，家長可以試下俾個碗仔同匙羹佢自己食下。1歲左右，小朋友通常識得揸住個匙羹喺個碗度攪下，大個少少就會試下乜嘢嚟食。一般到咗2歲，佢就會識得自己食。食飯嘅時候，家長亦都要留意佢哋嘅舉動。一般嚟講，開頭嗰10零分鐘，小朋友會食得比較快。但當佢哋含住啖飯唔吞，唔再專心食嘢，玩食物，擰頭表現唔想食，想落地咁，就表示佢已經食飽啦。呢個時候，家長可以同佢抹下手同埋嘴仔，指下佢個肚仔，教佢表達食飽，就可以俾佢離開餐台啦。當小朋友食飽，而你又繼續餵佢，通常佢都會食多幾啖，不過就會含住喺個口度，好耐都唔吞嘅。如果佢走開，而家長又追住餵佢嘅話，食飯嘅時間就會拖長，咁做小朋友亦唔會再食得多好多，而你又會餵得好辛苦。其實歲幾大嘅小朋友一餐唔會食到好多，通常10至20分鐘之內就會食飽。家長亦要明白，當小朋友食夠就會唔想再食，咁你就唔好逼佢啦。記住，一餐飯最多食30分鐘就好啦。另外，有啲家長見到小朋友食少咗飯，就會俾佢哋食下餅乾或者飲奶。咁樣做會令佢哋學識，只要我唔食飯，一陣間就會有餅食，有奶飲。日後要佢好好咁食完一餐飯，就會好有困難㗎啦。有時候就算家長做好晒預備功夫，小朋友都未必會乖乖地咁食飯。家長可以點樣教導小朋友食飯時候要守規矩呢？小朋友咧就最中意你注意佢噶啦，所以要教佢哋守規矩咧，就要喺佢哋合作嗰時即時注意佢，同埋讚下佢咁樣，俾佢知道咧你中意佢咁做。其實想小朋友學識乖乖地食飯，當佢表現得好嘅時候，即時讚下佢就最有效啦。當佢哋表現得合作，坐好自己食，又或者肯試下食新嘅食物嘅話咧，你可以對佢笑下，摸下佢，或者豎起手指公讚佢做得好。當佢知道坐好自己食能夠得到你嘅注意同埋讚賞，自然就會多啲咁樣做噶啦。如果有份照顧小朋友嘅大人都採取一致嘅處理方法，再配合之前所提及嘅進餐規律同埋餐前準備，小朋友就可以更快、更容易咁學識食飯要守規矩㗎喇。